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线接整个龙珠的故事的最后一部分，就是老爸的家，重返老爸的家的用语。啊，这个经文咱伫前2礼拜拢有读过大囝的故事，第二囝放荡子的故事。但是咱嘛详细看到这个经文的内底，主要所讲的这个譬如中间，迄个老爸的表现。小弟咱伫经节中面会阁做一遍的学习吼。那伫遮有讲起到这个老爸是一个仁慈的老爸，啊，伊是象征着咱的爸的家迄个丰盛、迄个无私、迄个疼、迄个充分的供应。虽然耶稣讲的故事伫2000年前，针对这犹太人、这伊的乡亲百姓来讲，但是这个故事象征着迄个老爸是咧表示着天顶的爸迄款的象征甲形象。啊，咱若是搁复习迄个经文内底有老爸所表达的话语有即几项。头一项是讲，当囝儿甲老爸要讨财产的时阵，老爸安怎回应？15章11节讲，老爸就将财产分互因2个。老爸完全无藏私啦吼，老爸是一个完全的这个疼。检查伊了解这个第二囝的动机是甚物，总是完全的对囝儿的疼，就无有主动分享互伊。到第20节，放荡子已经伫外面无路通走啊，伊就反悔倒转来爸的家。20节讲，伊离开因兜要真远。老爸就看到伊，心真毋甘，赶紧走外去，甲伊揽咧，直直甲伊针。这是咱伫演出这个龙珠的故事一段上感动的迄个时间点啦吼。第一就是讲，老爸伫真远就看到伊的囝，表示甚物？有人的迄个咱的演戏，就表示讲，伊拢伫门口咧等吼，因为从远才看会到，表示讲，伊拢足注意啊，有外口有啥物动静，家己的囝有搁倒转来，滑头倒转来无？第二讲，看到伊心情毋甘，的确是远看到伊安尼衫裤安尼破破烂烂，啊头毛散散散，人无精神，看起来都是毋是一个安尼讲阳光。倒来厝的迄种的感觉啦，吼啊，光荣返乡安尼，啊，毋过伊讲毋甘就走去。这个老爸毋是听候哦，是走去甲伊揽地，直直甲伊针。迄是出于完全的疼，无嫌伊安尼破破烂烂，无嫌伊啊是一个安尼伫垃圾土堆、粪扫堆起来转来，伊就是完全的接纳。佮第3节是稍微警察刷落去讲，老爸甲老婆讲，紧紧遐上好的衫来甲伊穿，甲伊挂手指，佮甲伊穿下。咱知影这看起来是一个真单纯的，甲即个放荡子换衫，但遮拢伫东方的传统内底，拢是一个真重要的象征，就是讲我认定你，就是我的家的人。挂手指是代表一个身份啦，吼，代表一个身份。穿鞋啊，是代表人伫外面在奔波啊。以前犹太人拢是穿迄种类似像凉鞋迄款的鞋啊。啊，所以入来到入厝有垃圾，啊，所以伊就爱甲伊洗骹，互伊穿鞋啊，啊，互伊换新的衫。啊，而且安尼也无够野，23节讲煞牵迄只肥的牛啊来抬来庆祝。犹太人若拄着闹热，吼，拄着庆典、太阳啊，迄是安尼，就已经非常的澎湃啊。太牛的确就是请人客，请外口人来做伙请，迄只牛毋得消化了，因为无亲像咱现在有遐好的冰箱，通个冰遐会抬落去，遐个牛的其他的肉啦、骨啦，吼，一定是迄工就是安尼。完全吼厝边头尾，即个亲戚朋友做伙来庆祝的意思，啊，所以讲来甲伊庆祝。然后当伊的大囝伫远里转来，
心内真怨叹，心内非常无欢喜，毋转去的时阵，伊老爸佫甲伊安尼讲，因为我即个囝是死去有过我，失落有佫得着，死佫过我，失落佫得着。对伫别人来看，失落哎呀，因为迄也毋是伊，是大人家等掉的，是伊家己要走的啊。所以咱人拢有一种心理，讲啊，即款人吼啊，无转来佫较好啦。但是对即个老爸，囝永远是囝，所以讲是死过我，死落佫得着的。老爸佫甲迄个大囝讲：囝，你不时拢甲我做伙，我所有的拢是你的。甲即个大囝，互伊一个心内安稳，甲伊苦劝，知影讲你根本都无欠啥，迄是你的心有偏差，你的心有迄款的自私的心，你才会感觉你的囝啊，你的小弟已经甲你分迄半去啊。但是对老爸来讲，我的就是你的啊，所以32节是一个结论。这个老爸讲，总是你这个小弟，伊是死去有过我，死了佫得着。伊佫讲一摆，讲所以因为安尼啦，有影整个过程事实是无完美、无完满。那这个故事无遐尔感觉讲会互感动人哦，就是两个囝拢足优秀，两个囝拢无啥物代志。但是耶稣是咧讲起人的本性，人的软弱。人有时会偏离，会离开爸的家啊，所以伊讲代表是即个失去的，佫倒转来，爱为着即个来庆祝。意思是你本来有吼，你拢无感觉是重要，但是当你失去佫找着啊，迄款的快乐，咱的确有足侪摆迄个物件无去的经验。事实你若想讲啊，无去就算啦，差无偌济，但是你就想要去变化出来。伊就感觉讲，因为你已经对伊有感情啊，所以找到我心情就真快乐。耶稣常常用这款类似的譬喻，伫讲起天国的福音呐。有钱人失去伊的钱，各因为失去伊的羊啊。有人知影园里有宝贝，伊就是去卖尽所有的来去买即块墙，准备要甲摕到这个财宝。这拢是伫用咱讲常民一般百姓理解的故事，伫讲起迄个奥妙天国的真理。所以咱来看拄则经文，咱会当做一个简单的即个综合，就是讲龙主故事中即个老爸的形象到底是甚物？第一，老爸是充满着产业丰盛，是蒙受祝福的。对老爸家已经是一个恩典祝福的家，所以伊是丰盛，是蒙祝福的。第二，伊疼惜儿女，伊无私来分享，囝儿要甲摕伊应得的份，伊就分互因。第三，第二囝放荡，但是伊犹原无有任何的责备，就是怜悯甲接纳。咱常常知影讲，当咱上帝咱的爸，就亲像即个两个囝的老爸共款，囝儿放荡放唱，伫外面安尼开会所有的，转来有原是接纳。这对咱基督徒是一个偌尼大的鼓励。咱毋通掠做讲啊，我都有啥物失错啊，我伫外面较早安尼已经离开信仰啊，改成无民主通倒转来。对上帝来讲，这拢毋是问题啦，这拢毋是问题。你无论任何你大的失错、小的失错，你有弯翘还是跋倒，这拢毋是上帝看作是严重的。上帝只有爱你，搁倒转来，转来这个充满着祝福甲恩典的家。然后伊犹原用疼心来表达，来化解迄个大囝的心结。大囝有大囝的即个重担甲负担，总是老爸互伊心得到透放。第二囝伊阁重新归回，伊毋只干那是无怨叹、无责备，无遐刑罚，而且是大大欢喜来庆祝。事实，咱今日咧提早庆祝爸爸节，
咱人看见讲一个老爸，伊的度量，伊的心肠，伊对囝儿无限的疼。咱看见这个浪子故事中间老爸的形象是何等的完美。虽然咱袂当做到遮，但咱通对遮去看见天顶的爸，迄个上帝咱的爸的形象。啊，所以兄弟姊妹，咱读这个故事看起来简单真清楚，一个故事过就好。但是咱的确爱把这个故事三个角色拢伫咱的心上，过来过滤一遍，过来溜一遍，因为咱爱重新确定这个身份。今仔咱人转来伫上帝的殿来敬拜上帝，你大先爱确认的是，咱是上帝的囝，咱是上帝的囝，安尼咱才通伫主的听内面享受到这款的祝福。当咱伫前2礼拜有咧讲起到大囝的重担，第二囝伊的心思的偏差，咱若搁做点仔复习，就是讲大囝伊原来伫老爸家，伊日出就去做工，暗时就倒转来，看起来是爱平安无事，但是心底无有任何迄个对老爸享受迄个温暖的家丰盛的快乐啦。啊，所以咱看起这个故事，咱有讲起几项吼。之前咱捌讲过，伊讲大囝伊活伫丰盛，但是无去感受到、去领取、体验老爸同在的喜乐。第二，这个大囝伊伫安稳中无感恩，想讲这自然老爸互我拢应该。第三，伊拥有老爸的全部，但是却无一点仔迄个恩典的感受、疼的心，连小弟伊都感觉咧兴奋。啊，这是咱迄个大囝伫老爸家，总是无伫老爸家内底安稳，是一个属灵的浪子。人无走出去，但心走出去。咱看去第二囝，伊是用行动来表示对这个家庭的离别。伊有迄个冒险的心情，无爱伫原来的原状。伊伫福的中间毋在乎，伊感觉外国的月亮较光。伊无法度去预测到外在环境的变化，掠做靠家己会当比老爸搁较才情，比老爸搁较发展啊呢。伊毋知影讲，人一旦离开父母，也是讲离开爸的家的一个热坎，常常罪的攻击到来。这个细汉囝应该毋是无巧，这个细汉囝毋是讲对家无留恋，是伊有一个搁较大的引诱伫外面，所以迄个罪就走入来到伫伊的心内。所以咱知影讲，咱搁重新确认咱是上帝的囝。事实，咱逐个人拢是对亚当夏娃犯罪了后的百姓，咱拢活伫迄个罪的即个合罪的内面。因为亚当的犯罪带来3个绝望，咱顶下已经有讲过吼，4个绝望，罪甲4个绝望，丧凶甲咒诅的绝望，身体破病甲死亡的绝望。所以咱因为有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拯救，伊流出宝血，把迄个亚当的绝望化作一个新的亚当的身份的祝福。这是今仔日咱线接这个主题。当咱确认到咱无搁再受旧的亚当的罪的束缚，咱才通领受到迄个全新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所赎回新的身份，是罪的救赎甲饶赦的祝福，是咒诅得到讨棒的祝福，是医治各活的祝福。啊，所以当咱知影耶稣伊毋是各活上天，而且佫差遣圣神来到咱中间。圣神伫咱中间，就是表示耶稣当时的应允，耶稣当时的拯救，耶稣的保护的效果，照着圣神一直拢伫遮信伊的人、信伊的人的中间继续咧运作。是你的信有够无？你有真正确认你的身份无？所以人毋望咱看见下面遮的经文，以及学习，咱能确信咱即个上帝囝的身份。已经互耶稣甲咱确认嘛，用保护甲咱做勘印啊！啊，这是咱上大的恩典。
所以，爸爸你甲我，咱拢是人。虽然咱已经伫新约的时代，毋过咱讲犹原活伫即个肉体物质甲即个魔鬼撒旦存在的空间，所以咱爱常常靠着信仰、靠着信心、靠着咱甲主的关系来确认即个身份。意思讲，毋是我生落来无代志啊，自然就安尼啊，是你的信心、你的信仰一直甲主在相结连。所以，当咱有即款的信心甲仰望，咱来学习着箴言第4章23节所讲的，即个仰望是对人的思想。因为爸爸你甲我是安那，我有信心你无，啊是我软弱啊有丢有犹豫，啊你遐尼坚信，迄是对你的思想所来，毋是对环境来。有人伫环境遮侪艰难困境的中间，伊犹原充满着仰望。有人像这大囝活伫老爸的家，但是伊的思想都拢是负面的，拢是对老爸的怨叹。啊，所以箴言4章23节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对心来发出。这是咱常常爱读爱背的性质。但是你的确都爱活伫你的生活中，时时刻刻去检验。我一生的果效是毋是甲我的思想有关系？我的观念有关系？我的行为有关系？因为思想带来行为的改变。第二，咱爱确认咱是上帝的囝的身份是安那？咱迄个福气，毋只干那讲啊，有一天咱要到天顶享受永远的快乐。上帝应允拢是及时的、即时的、立刻要得到的。啊，这是基督徒是上大的应允。就是讲，咱伫地面上要过着丰盛甲幸福的生活，这是上帝的旨意。咱看见亚当甲夏娃被造，还未犯罪进前，上帝该安尼甲伊祝福。创世纪第1章28节讲，上帝祝福因，上帝佫对因讲，要生产真多，充满伫地上来较赢伊，也着治理海里的鱼、天里的鸟，甲地上一切所震动的活物。上帝是祝福，而且对因应允哦，讲有生产，要治理地面上啊，包括所有一切活物。这是上帝伫创造以来伊设计，本来就是互人类领受着这款的祝福。是人犯罪离开主，所以才行被偏差。所以兄弟姊妹，伫遮无论是你已经信主久久，也是咱当初信的，我爱咱真正去确认着咱家己迄个上重要的心志，就是爱拄起一寡迄个迷失啊，迷失就是讲似是而非啊，无理解的道理。第一理解就是讲，掠做宗教是无非啦。啊，我都在拍拼当事业，在进步的中间，哪有闲通去做礼拜？做礼拜迄拢是老人的管理啦，感觉讲老人才需要。啊，我靠我家己就有法度啊。迄就亲像即个第二囝，感觉老爸会教示，老爸的苦劝拢无路用，迄拢是老掉牙的。我去外面拍拼啊，这是我上大一个期待。啊，所以咱常常伫教会内面会失去即款的警醒，就是讲掠做宗教是咧麻醉的，啊，你甲你讲安慰的尔。事实咱看见第二项，信仰毋是神学概念，神学界伊是用出足侪安尼足抽象的名词啊，事实你若是对圣经的道理，你若是对信仰的了解，只敢若存在伫你的头脑内底，啊，这真正是抽象的，好像甲你生活无直接的关系。只是你理解，但是你无去执行。请会记哩，这个信仰是爱真真实实伫咱的生活中来产生。伫我每一个时刻，每一个行做、出入内外，伫我的工作、伫我的家庭、伫我的健康，拢经历到上帝应允，这个是叫做信仰。若无拢是脑筋的游戏安尼来听。啊，所以圣经的应允是安尼。圣经若是讲要望上帝祝福，望上帝祝福，就是包括地面上要领受祝福。咱毋是所讲的人甲咱推笑讲啊，这个
世间路尾遐到天堂的福气尔，是上帝要伫现时现地，就像咱拄则祈祷的祈祷文，主的祈祷文讲的，伫地呢，哪准伫天呢？这样子。当然，看见圣经内底足多信仰的模范，亚当夏娃领受上帝祝福，也未犯罪进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大卫、所罗门，因拢是甲主结连的时阵就领受出来祝福。当然，咱讲起这个圣经内面的出名的人物，因有捌离开主，伊捌互上帝处罚，但是这拢无影响到因对上帝领受祝福迄款的印证。所以伫遮是要甲咱看见讲，这个浪子的故事带来真深的圣经真理的意涵呐。你有大囝的心思，你有第二囝流浪的心思，但是咱看见老爸的完全的应允，拢是包括伫咱信仰的内面。咱看见今日咱所读的圣经节，圣经安怎甲咱应允？圣经互咱应允有前提的哦，吼。当咱看见出来记23章25节到26节讲，恁着服侍耶和华恁的上帝，恁着服侍，这是前提。讲伊的确赐福伫恁，伫你的美牛甲你的水，搁我要拄起恁中间的破病。第26节讲，也要互你的境内无有加落胎的，无有未生的，我要互你的血属满足。简单讲起来，出来记上帝应允，就是讲侍奉耶和华上帝要得到丰盛的赏赐。所以出来记内面的记教导是安怎？上帝要遐尼安尼，若讲劳师动众，对埃及甲以色列百姓带来迦南地咧，吼。若要赐福，就到迦南地，到埃及就好啊。是哩，上帝要分别出来，上帝要互这群人用行动来追求上帝应允。上帝伫埃及并毋是无赐福啦，咱看见圣经内面记载安怎？犹太人伫埃及，哇，真够生团，生甲哇囝孙遐尼济，互埃及法老惊到讲，哇，这马煞去遮官务工呢，哇，这真麻烦呢，就对因开始刑罚嘛，就对因开始苦待嘛，敢毋是？所以上帝通过带因出埃及入迦南地，要印证伊的应允，一个明明白白人类历史的教材。但伫经文内底，咱甲浓缩是安那？得到粮食，就食物甲水，这是上帝应允的。第二，讲要拄起一切的病。小等咱有一个异地的祈祷，请会记得，这个毋是一个仪式，这是因为咱对圣经明明的应允。咱常常会参加异地的特会，有人会啼笑讲：“哎呀，医生遐济，咱会着爱去找祈祷。”事实咱拢误会着迄个异地的意思。上帝互咱做医生的有一款专业的知识甲，像台湾遮尔多优秀的医疗技术，这拢是上帝的恩赐之一。只是讲上帝爱你，搁较大的信心啦，超越着医生的能力以上的信心，这就是医治的开始，是心灵的医治，是平安的赏赐，是看见上帝赏赐的应允。所以当咱蒙受医治，是咧确信上帝赐了医治，互咱真做一个清气的器具啦。咱人肉体医治只是肉体的病情的消除，但是咱若看见耶稣的应允这的病痛医治的，拢会讲你的罪已经赦免，你已经得到清气啊！这什么意思？耶稣讲你的病好就好啊，咱就讲你的罪是赦免，你已经得到清气，意思是。毋只干那肉体得到头白，是你的罪也得到头白。这是圣经内面完整的意义啦。伊个英文讲，妇女的生育有顺利，讲无有迄个加落胎，意思讲无有流产的，无迄个未生的。第四项是得到长岁寿，上帝要赏赐这个服侍主的人得到长岁寿。咱共款，搁较延伸，搁较宽吼。
你申命记28章8节到14节，伊有安共款是有一个前提，咱拄仔讲爱服侍上帝，这嘛是共款。28章的第9节讲，你若遵守耶和华你上帝诫命，行伊的道路，遵守诫命，搁行伊的道路，这是伫爸的家一个基本，咱讲基本盘啦吼。你伫爸的家要领受祝福，是呢，你有遵守爸的诫命，行伫老爸的路啦。13节搁重复，你若听叹耶和华你的上帝诫命，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你的。14节讲，接受来行伊，无偏左，无偏右，来歪错我今仔日所命令你这的话，去叹别的上帝，来服侍伊，遵守诫命，照主的教示来行，而且无搁去拜偶像，这拢是伫爸的家享受恩典甲祝福是一个上重要的基础。这个基础带来什么款的祝福？伊伫遮有足侪项的束缚啦吼。所以咱安怎领受祝福，就是看咱安怎坚持接受伫咱的信仰。所受的丰盛是第一，讲要互你的事业蒙福，仓库充满着粮食。第8节，第二是伫伊赏赐恁的地，赐福互恁，伫恁徛起的地来赐福。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人爱有根基啦。你是一个受祝福的人，但是你无土地，你会感觉讲好像无根漂流啦，四过走，无安稳。所以现在咱感觉讲，咱住伫这台湾地，咱来听这个故事。因为你若是充满着安尼财产珠宝，但是你无台湾这个土地，互你徛起哦，真正感觉讲是真大的一个损失。所以上帝讲要伫你的土地来祝福互你。第三，要互世间人敬畏。伊原来经则是讲惊你就对啦，是讲充满着对你的敬畏，唔敢惹你的意思，就是表示你有实力，你有能力。第四，互你富足，阁有春。圣经安尼写讲，你伫耶和华对你列祖咒诅咒抓赏赐你的地，耶和华要互你的身躯所生的、精生所出的、土地所出的，充足有春。身躯所生的代表儿女嘛，精生所出的是你所饲的这牛羊嘛，土地所出的就是这五谷嘛，这的拢要有春。这是敬畏耶和华、遵守爸的教示的一个恩典甲应允。然后12节讲，耶和华要甲你开天年宝贝的库房。咱拢知影讲，有时咱内底有欠缺，哇，银行的簿佫领落就无钱信用卡佫撸落去，哇，银行要通知讲你爱补但是耶和华的库房是丰丰富富，这就是象征这个老爸的家啦。耶和华这个老爸的家的库房，讲要落及时的雨，伫你的地，伫你的手所做一切的事祝福你。你要祝福侪国，讲也你唔免祝。这是一个应允。原来经文原来意思是对一个以色列百姓、一个国家的应允，但上时共款也应允伫咱每一个家庭的身上。然后第5项，讲你要徛起伫领导的地位，是领导的带头的地位。耶和华就要互你做头无做尾，你要踮伫顶面，无搁踮伫下面。所以咱嘛会使安尼讲就是讲新约的圣经，咱真爱用的祝福的经节，就是约翰3书1节甲1章2节，就是这个韩国的地方基牧师改称叫做三拍的祝福啦，所以咱拄则看的遐出来及记、申命记的恩典，咱甲浓缩，亲像耶稣咧讲迄个新的诫命共款，对10条诫浓缩做两条诫，就是新的诫命，就是听上帝，搁听人。而且共款意思，约翰这个长老呢，伊所有的祝福是三拍的祝福，就是亲爱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亲像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假使咱若是凡事兴盛，身体臃肿，灵魂兴盛，这就是一个圆满无有欠缺的祝福啦。而且我要简单说明一个咱拢真熟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咧讲起着咱足熟悉的一个石油的大王，叫做 Rockefeller。咱真爱用伊的故事勉励人，因为伊的故事太精彩，而且是世界的首富啊，亿万的富翁啊。咱咧用着伊细汉的时阵，老母安怎甲伊教？老母甲讲你一世人会记得过着11奉献的生活。伊11奉献，这是上帝祝福一个基本。第二，伊讲鼓励伊细汉的时阵，就鼓励伊的，就是讲伊的老母鼓励洛克菲勒讲，你尽量坐第一排啦，礼拜来做礼拜要坐头前排，因为讲迄是一个你心意甲上帝结连的记号，是领受祝福的记号安尼。第三，你爱顺服教会官兵的决定，唔通真做教会领袖、属灵领袖的安尼讲麻烦人物就对啦，唔通互因看入烦恼安尼。所以真正即个细汉的时阵，伊就失去即个好的信仰。但是我咧看伊的故事，感觉洛克菲勒毋是完美无缺哦，好像逐项拢是完美，拢起来做模范，毋是啦。伊有一站，伊就亲像迄个大囝，是心灵的龙主。伊有领受到迄个恩典，但是却偏离伫主。这是我今日特别针对洛克菲勒的故事，甲咱三甲思考这龙主的故事啦。这是叫做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这是伫纽约迄个足出名的洛克菲勒中心非常水的建筑物每年啦圣诞节拢伫迄个广场迄用真水的圣诞灯啦这洛克菲勒伊伫1937年就过往去到今日还有人咧讲伊的故事。伊伫上届安尼丰盛的时期伊的资产就讲伊赚的资产。差不多占美国的 GDP 的2.4%，表示讲，伫20世纪初，美国也未迄个叫做咱讲叫做迄个经济大恐慌的时代，这洛克菲勒伊的财产占美国的2.4%。那换今仔日的币值，有人甲研究讲，换过现在的首富啦，迄个亚马逊的迄个头家叫做贝佐斯3倍，赢过伊3倍，表示讲今仔日已经遐尼侪好嘢人佫唔达到伊当初的1/3就对啦。但是呢，看起来确实哇，一生的成功拢甲有伫咧。伊的故事有真侪互咱通检讨的所在。伊足有头脑，伊细汉迄个数字的迄个统计非常非常的大项，就对说有种天才的。伊入2个志愿，少年就入2个志愿。第一讲，伊希望咱赚到偌济，10万美金。那现在咱的钱是3000万，迄就大条钱啊！伊讲伊一生希望咱赚到3000万。第二，伊讲我希望我会当活到100岁，活到100岁。就安尼，伊用着这款的心智，伊要追求上帝祝福无毋对，但是呢，事实当伊成功的时阵，慢慢偏离主。因为伊所行所做，开始是私心来伊大声呢，伊啥人我拢遐尼啊出名，遐尼牛，是因为伊用收买迄个美国立法者甲执行者相同的迄个笼络就对啦，甲因安尼等于政商合一就对啦，遐个人拢替伊做代志安尼。所以伊的事业。哇！发展得足紧，伊国大诶严重的事，也是讲，互咱感觉讲足艰苦心的事，是伊迄个并购。哇！迄企业一个并购落来，拢共食了就对啦。像现在迄个股市的秃鹰共款，甲你的股市的拢甲你食来安尼。所以伫1863年的时阵，1863年迄阵石油开始咧发展啦，伊就知影讲炼油的事业足好。所以就成立一个叫做标准石油公司啦，Standard Oil，就开始
甲伊迄个整个因迄个地区的石油公司拢甲食起来。迄阵有26间的石油公司，伊共并购22间，拢共食伫伊内底安尼。啊，所以有人迄个商业方面的即个教材，甲伊称呼过，伊伫个克里夫兰迄个所在，讲是克里夫兰大屠杀。所以好像有一个安尼强手安尼，人讲完全吼啊，撸土机啊撸落去，拢无人有法力就对啦。啊，所以伊拢到最后，伊伫即个差不多50岁左右吼，伊就拥有全世界顶下游的即个石油的事业80%，意思讲所有全世界80%的石油生意拢伫伊手头。伊甚至垄断着美国90%的炼油运输销售，意思讲一条龙就对啦吼，拢是伫伊的手头。伊创立迄个石油的期货市场，美国就还未开始期货，伊就家己咧卖期货安尼。啊，所以迄阵互人称呼过讲是资本主义内底的皇帝。看起来，若是用资本主义来讲，伊就是一个互人感觉讲完全超越一般的人会当想象的成功就对啦。啊，所以美国呢，伫足早1890年就立法一个叫做，咱拢真听到讲反托拉斯法，就是你所有的事业拢你包在内，你要画价画1块2块拢搁在你，这个反托拉斯法目的是当时就是因为这个洛克菲勒遐尼啊摇摆就对啦。啊，所以甲定了这个为着要对付这个标准石油公司安尼。啊，故事讲到这，好像就世间的成功，无人对伊会着呢吼。但我要讲的是下面这段，正做世界首富的洛克菲勒50桶货，并无感觉快乐，也无感觉任何的平安哦，洋洋自得吼，沾沾自喜拢无啦。伊开始感觉呐，伊染着足严重的冷门症，头毛热，身躯的毛咧热，拄着恐慌症，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病症，因为吼。医生检查找不出伊什么原因，但到最后诊断，医生讲伊敢若剩1年通活，剩1年活。因为伊恐慌症就是讲，哇！我甲遐尼侪的企业拢甲收来，遐个生理人毋知偌怨愤我，毋知请杀手甲我刣无，遐政治界遐个对手毋知会对我暗算无安尼啦，所以无当困袂去。所以当即个时阵，金钱。无搁再是万能的时阵，无法度人请上好的医生来医治伊的时阵，伊安怎？伊安静落来，因为伊困袂去嘛。搁甲细汉的时阵，老母所互伊的圣经，搁定心病来读。这个时阵，一则伊足色的经节走出来伫伊脑海内。马太福音第6章19、19、20节，毋通为着家己积资财宝伫地上。伫遮有糖家会生鲜贼的乌空来偷摕，为着家己啦，为着家己来积资财宝伫天顶，伫遐无糖家、袂生鲜、无贼乌空来偷摕，因为你的财宝伫倒位，你的心嘛会伫遐。这经节毋知读过几摆，但是当伊拄着困袂去。头毛落了的时阵，伊知影讲，即个经节是伊医治的开始啦。啊，这个就亲像属灵的龙主嘛，上帝予伊的丰盛，伊用唔着方法，要甲所有世界的财宝拢落伫伊家己的银行金库，安尼才欢喜。但是无通好享受，这钱对伊无路用啊。所以伊开始规暝。一直祈祷，一直祈祷。当天光的时阵，伊才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伊找到迄个医治的方法，伊恢复以前迄种活力，在趁钱吼，安尼袂善迄款活力，但已经毋是要想要趁钱啊。伊毋是想出任何对付病痛的秘诀啦。伊明白上帝爱伊伫地面上的目的。伊讲你拍拼趁钱，这真好，但是你爱努力欠钱。较要紧的是啥？爱努力来奉献。上帝伫个寻求一个特别的
定位就是，互你赚遐侪钱，毋是要互你来伫遐请赢的，伫遐要杀倒一寡艰苦人的，是你爱努力来奉献。所以，即个故事记载讲，即个洛克菲勒呢，伊得到亲像神者安尼定头生甲过活，精神拢好起来，圣神感动伊，上帝话语启示伊，搁一遍成长。伊对金钱迄个网络的中间来定心出发安尼。所以50-60岁的洛克菲勒定头生，伊安怎？伊投入大笔的资金伫慈善甲教育的事业。伊迄个时阵就开始主张讲爱种族的平等，爱美国遐非洲人会当得到真大的迄个支持，而且出真多的钱来起大学、医疗中心、研究中心，要发展这医学来研究。咱真侪人捌听见，伫美国一个出名的大学叫做芝加哥大学，即间世界顶尖已经有100个以上的诺贝尔奖的即个得奖者，拢是对即间学校出来。所以当时伊出钱来伫芝加哥迄个密西根湖的边仔来起即个大学，到今仔日还是全世界出名的大学，拢是伊奉献的。伫咧校园内面有一间足出名的洛克菲勒纪念礼拜堂伊伫晚年的时阵奉献几若千间的礼拜堂就对啦。伫美国你若注意看，伊拢定记载讲这是洛克菲勒的基金会所奉献的。所以从每日的工作，伊原遐有精神体力做工作，但是伊是用早起的祈祷来支持伊一日的侍奉，互上帝来带领。伊有愿维持10日的奉献。这洛克菲勒无搁再是胜利的标志。伊知影讲，伊是上帝所赐的奴仆，甲财富看作是福音的媒介。这是一个悔改以前的大好野人，甲悔改以后浪子回头一个慈善家，完全无共款。所以洛克菲勒有2句真出名的话啦，会当互咱真大的学习啦。头一个讲，我伫地上所投资的，拢要诚做过去。但是天顶所投资的要留到永远。地面的卡那趁偌济，拢诚做过去。但是我投资伫天顶的是永恒的，是永远的。第二是这段话英文的意思真有意思，但是咱要中文翻译了无讲介完美，但是时间的关系，咱简单讲就好。伊讲，确实呢，你为了目标是诚做不有啦，你为人生的目标是诚做不有，但是你若唯一的目标是安尼，你永远袂不有。是讲你的人生的目标要诚做有钱人，但是你永远袂实现。什么意思呢？伊知影讲钱袂当诚做互你不有，是因为你有其他更较悬的目标，迄个不有才会来。他最后牧师要甲咱三甲领受。就是讲，这个领受这个祝福是安怎来？咱基督徒一个最近大家真流行，也是讲真爱用的是3步5祝福啦这5祝福是讲，咱要领受爸的家应邀甲应允呢，就是讲3步，什么意思？3步意思是讲，用上帝会当望到人的性命迄款3个步调。第一是大有能力的祈祷。第二是大有能力的关怀，第三是大有能力的福音的行动。咱一个基督徒要安怎领受祝福，是因为咱有这款对上帝来的恩典，有祈祷，有关怀，有福音的行动。然后对伫拄则出来及记，申命记所带来这个应允这5项的祝福，咱常常会伫周报啦，是圣经或侪兄弟姊妹的祝福中间，也是牧师招咱做祈祷内面去看见咱简单来讲，因为是咱的周报印大纲啦详细咱家己来看。第一就是讲身体的状况，这是第一个祝福，是 body 伊的原文是 bless， 就是祝福bless。这5个字母呢，代表5项的祝福。第一个是身体的状况，第二是 labor
就是工作职场的祝福。第三是 learning， 就是学习的祝福。你这个是甲 labor、甲 learning、甲学生有关系啦吼，两项合做伙拢 A 咯。第三是 emotion， 就是你的内心的平安、内心的情绪会得到祝福，有喜乐甲平安。第四是你的 social 人际关系，甲人中间的关系，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家内人、朋友、同事的关系祝福，为着因来做祝福。第五是上要紧的，就是讲属灵的健康 spiritual。所以 bless 就是这5字的字母的头一字，正做这5项的祝福，是属灵的祝福。你有悔改，较无上帝的心，有经历上帝恩典甲祝福。我会记得几啊礼拜前，谢牧师伫咱的这个祈祷会内底，有咧甲咱建议咱运用着这个555的收割行动的祈祷。我嘛讲，咱诚做咱家己一个真好的参考啦吼，运用伫咱的生活的中间。这个3个5是什么意思？咱都有讲5个祝福嘛吼，就是咱用这个认领5位属灵关怀的对象。你有朋友、亲人、厝边，你的同事，你有5个，你感觉爱为着伊的灵魂来祈祷的，上帝引带恁为着因祈祷。甚至咱诚做咱这个 best 吼，就是讲准备咱要推动幸福小型小组的 best。第二，为着因来祈祷5分钟。一日哦，一礼拜5日，5礼拜，555就这个意思啦吼。祈祷5分钟，一礼拜5天，5礼拜。用拄则咱所讲迄个5重祝福，这个 bless 这5项祝福，为着你所疼的亲人朋友，特别要引带伊诚做基督徒的人来做祈祷。愿咱领受白家的荣盛。荣美是因为你甲主一个真深的结连，愿主将这款的平安赏赐予咱，也愿主予咱一生拢享受到伫白家内底的阳光甲恩典。